国际受到 Omicron 突变病毒的影响，造成国内疫情再度升温。在何为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一透早市长会提深心教新营国小十早校园防疫的紧闭状况，并呼吁所有的防疫措施一定要确实做到完整，来保护老师和学生的健康安全。今天是开学日，特别来看一看学校的防疫整备，那也要看孩子们、同学们到学校的状况，因为我们特别选择小学，因为小学都是12岁以下，所以都通通没有接种疫苗，所以对于这个 Omicron 的保护力特别需要关注。目前全台南的国小老师已经接种过2剂疫苗，占比例高达98%。第3剂嘛陆续咧安排进行中，这礼拜可能会有大规模的第3剂施打，希望透过大人已经完成施打，同时加强校园的门禁管制，会当提供给囡仔经济保护。那日前曾经发生过有外地的确诊者来到台南跟我们这个孩子上冬令营，结果造成大恐慌我们也正在积极处理这个事情。以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们的确是很这个脆弱的需要保护。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学日的现在，特别来看一看学校防疫工作以及对于我们孩子的保护。那希望说，大家一切平安不要再产生新的疫情。那这样子的话，对市民朋友们、对家长、对孩子、对老师都是一大好事。特别选择的国小是因为国小大部分的囡仔拢伫12岁以下，拢还未接种过疫苗。在这波疫情升温的状况之下，必须要透过其他部分来加强，才会当来提升对囡仔的保护力。但是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